这里以后也要成为前线了呀。不知道这些低阶弟子打完这场仗还能剩下多少？南宫师叔，家师理化园有请。陈师姐，韩立修为尚浅，更兼资质低劣。虽然以伪灵根侥幸筑基，但要是真有什么紧急事态，怕是反而会拖了你们的后腿。这客卿一职，恐怕不能胜任。这些灵石，还请师姐收回吧。韩师弟，再考虑考虑吧。3年间，只要为家族出手1次就行。3年期满，还可以。怎么是他？韩师弟，那位偃月宗的前辈，好像是当年升仙大会上给我们测灵根的结丹期修士。啊，陈师姐，这灵石你还是先收回去吧。不好！陈师姐，韩立即刻就要出发，执行师门任务，就恕不远送了。南宫婉，他也在这艘船上。哼，不生气，我才不生气。那个小子在哪里，做什么，和谁见面，与我有什么关系？最近是不是零食吃的太多了？得控制一下了。果然还是不能轻饶了他。我们之间发生的事只是一个错误而已。
若我们的事有第3个人知道，你知道后果？他不会真的要杀我灭口吧？这阵法虽然还不完整，但应该还可以抵挡一下，这样就安全多了。一会儿在元武国下船吧，去找找齐云霄。这个颠倒五行阵，他应该改建完成了。再看看他能不能修复那个上古传送阵。合欢散、夺魂香，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丹药。这是定颜丹，容颜不老，青春永驻，这还有点意思。炼来试试。韩前辈，京城还没到呢。啊，韩立另有任务在身，就先告辞了。哦，对了，我有遗物，请帮我转交给南宫前辈。禀师祖，那人下船了？是的，师祖，他在元武国下船了，不过留下了这个。哦，什么东西啊？禀师祖，是一枚丹药，他说叫定颜丹，让我一定转交给您。定颜丹？他竟敢拿这种东西来糊弄我！他什么意思啊？嫌我老吗？算了，迟早打死他。把那什么丹药拿过来吧。这件事情不许跟任何人提起，尤其是师姐。是。再帮我拿些点心，要带馅儿的那种。是。这件事情也不许跟师姐说啊。是。